教皇今天在西斯廷教堂为枢机主教团主持了他的第一場彌撒，並用英語開始。我想頌福答唱聖詠中的歌詞，我要向主唱一首新歌，因為他行了奇妙的事。的確，不僅與我同在，也與我們所有樞機主教兄弟們同在。在我們今天上午慶祝之際，我邀請你們認識到主所行的奇妙，以及主持續傾注在我們所有人身上的祝福。通過伯多祿的目擊，你們召喚我背負十字架，並蒙受這項使命的祝福。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們每一個人與我同行，讓我們繼續以教會、耶穌之友團體、信徒的身份，宣揚福音，宣揚好消息。他繼續反思彼得的信仰宣言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他強調教會的使命是保存並傳揚這一真理，並非通過宏偉壯觀，而是通過其人民的聖潔。教皇警告，現代社會傾向於否認或將耶穌簡化為一個單純的歷史人物，呼籲信徒在充滿懷疑的世界中做出喜悅的見證。作為羅馬主教開始他的使命時，他祈禱宏偉的虛榮消失，讓基督的形象得以被所有人看到和認識。